小朋友哈，哎呦，本上啊，想讲哇，你请假就做得见面嘞，忙的哈。今晡日天师教育部讲，礼拜嘅停课直接就不用到批出嘞，哇！老师本来以为这一次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教育部的公文来了，然后就说我们这一次的停课要直接停到不用出假嘞，哈，出假过后台版给小朋友，老师就看不到你们了。好，那俩按9，你已经停课几多个礼拜了呀？我们已经停课几个礼拜了呢？1礼拜、2礼拜、3礼拜、5，多2个礼拜，可能3礼拜呀、4礼拜了呢。哇，我们已经停这么久了哦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已经停3个礼拜了，已经停了快3个礼拜了。好的，有想要来学校冇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要来学校啊？还记得學校有哪條地方係都傾向去嘅冇啊？還記得學校有哪一些地方是你們很想去的嗎？想想看。一年高4，我們不是一年到學校，我們從屋卡來到學校，一年校門，從家裡來到學校，一進校門，你們看到的黑馬嘅東西，你們看到的是什麼？然後呢，有沒有想到上課啊？在學校地方，你的傾向會搞乜嘅啊？在學校的地方，你們最想玩什麼呢？上課啊？好，其實啦，先生嘛，當想去學校呢，嘛當想看你的誒。我也很想去學校，也很想看你們呢，怎麼辦呢？有咧，你來拜託沈先生，然後呢去學校錄影一下，我們拜託沈老師在學校錄影，然後呢幫我們回味一下，分享一下學校有哪條學校的地方好嗎？可以嗎？做得嗎？做得哈。然後先亮哈，欣賞要用念力哦。來，我們一起來想想看，我們來用腦波喊沈先生哦。好，來，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拜託，拜託，拜託，沈先生，嘰里咕嚕，嘰里咕嚕，再 Brian。小朋友，你還記得嗎？下考試呢，大家都會上上來了，攞杯教。哇，沈先生，他真的出現了，很單愛的去拍樣片。沈先生呢，帶着他的相機，帶着他的手機呢，然後呢，帶我哋去學校，你的幼稚園後邊嘅遊樂區，先去拍嘅遊樂區，先去拍你們的遊樂區。遊樂區有哪一些遊樂設施呢？教乜嘅呢？教溜滑梯，講一拜。溜滑梯。好，剛剛沈先生的第一個是什麼？好，我們來記着哦。過來聽講一拜哦。溜滑梯。溜滑梯，大家想找教的溜滑梯。你們最喜歡那個先生同的做上腳哈？教嘛梅花的時候，你的就走到溜滑梯盪過去，對不對？你們都跑到溜滑梯，都跑到溜滑梯上面，先生就不可以上去溜下來，就專門的溜下來親掉，然後你的就溜就下手了，你們就跑走了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去玩梅花幾葉開呢？幾時間做得過去教呢？溜滑梯，溜滑梯。第二個呢？還有嗎？講乜嘅呢？還有大家上張，我來教嘅乜嘅？教啥誒？教啥誒？玩沙子，搞啥誒？
教啥的？还有大家请好做乜嘅？去腳踏茶，腳踏茶。好，再來起腳踏茶，起腳踏茶，起腳踏茶。還有呢，西來嘅請好教乜嘅？教籃球。打籃球，打籃球。哦，再下來，我們就要來去高士諾貝嘅遊樂區，教室外面的遊樂區了。還有夜老班，你下考試都會來呢位教乜嘅啊？要發腿哦。還有呢，還要走這個，你們小班最害怕的有沒有？還記得嗎？親愛的小蝸牛班，有沒有很想念學校啊？然後呢，大家呢，可以雙手呢合十呢，跟我們最喜愛的孔子爺爺說悄悄話，希望呢疫情呢可以趕快結束，我們就可以趕快回來咯。好，然後呢，老師給你10秒鐘哦，我數到10就眼睛打開咯。現在目足閃閃，眼睛閉起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對嘞，目足做對打開來了。好，聖先生呢特別帶着他的鏡頭，鏡頭書記耶，一看孔子廟，孔廟，然後呢帶你去看那個孔子爺爺，對不對？啊，記得拜拜哦，求孔子爺阿公，孔子爺爺呢保佑你的哦。讀書懂順利，還有家家做得多好教來讀書，好，誠心誠意哦，要誠心誠意的怎樣？目足濕濕，眼睛閉閉，好，你求孔子呀，孔子阿公，孔子呀，好，孔子爺爺與孔廟這邊拜拜。好，接下來我們還要去哪裡呢？再來，我們會去哪裡呢？除了學校外面的遊戲場呢，還有呢，我們大班、中班、小班也最喜歡來操場做什麼？走繩索、跑步，對不對啊？哇！現在呢，校園裡面都空空蕩蕩的，都沒人呢。因為呢，現在為了疫情呢，不能群聚，所以我們大家呢都必須要在家裡好好的待着哦。先生有講哦，出門要帶乜嘅？對呢，進來要帶乜嘅？記住。哦，韓國聖先生韓國帶我哋去運動坪操場，運動坪做乜嘅呢？去操場做什麼啊？哦，聽說他有說台班、中班還有西班、西路的班，都最喜歡去運動坪做什麼？走雙腳賽跑，然後呢，你都還有去那邊沙谷那邊的那個溜滑台，對不對？還有去吊公公盪秋千，對不對？哇，看到這麼多的遊樂設施，是不是很心動啊？係咪都想愛來學校了呀？好，那兩下呢，先生啊，就搶到畫圖，請你們畫畫什麼呢？台版呢，搶你發膝蓋。好，聖先生說，你們只要拿一種色就好了哦。你只要挑一種顏色的彩色筆、蠟筆都可以。然後呢，拿一張紙，好，畫膝蓋，畫4個你最想念學校學校會教嘅遊樂設施。
最想念学校的4个游乐设施，最想的哦，你心胸会高的哦，你很想玩的。好，刚刚我们有说了什么？溜滑台、溜滑梯，还有呢，搞啥玩沙子，还有呢，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，打篮球。好，然后还有你们要跟我玩的梅花，对不对？贵重银，然后还有去运动场给走熊狗，去操场的赛跑，还有吊公公荡秋千，有这么多哦。然后你最喜欢玩的，你会发膝盖，你要画4个哦。那中班呢？中班就画2站，中班就画2个就好了。那西班呢？西罗班画1个就好了，1个好。然后你就要说我想玩什么，爱上告。好，其他的呢？你后面如果你会说溜滑梯，你就可以讲溜滑梯。如果你不会说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说爱上告溜滑梯，好，或者是爱上骑脚踏车，或者是爱上告荡秋千，都做对咯。好，如果你会讲客家话，你就可以说爱上告溜滑梯，我想玩溜滑梯。爱上告啥？我想玩沙子，或者是爱上告骑脚踏车，我想玩脚踏车。爱上告球诶，我想玩球。爱上走熊狗，我想要赛跑。爱上吊公公诶，我想要玩荡秋千哦，或者是还有什么游戏啊？哦，爱上老熊欣赏到梅花几月开？马做得咯，欣赏的你的发出来。过来分享哦，老师很期待哦，加油哦！你们想不想看看你自己拍给老师的影片传在这里，然后变成等一下你看到的影片呢？不是欣赏哦，不是老师，是你们自己耶！你都去搞，想不想？董相好，好，那欣赏这边呢，我收到的一些同学给样片呢，欣赏就先收集起来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，听下来欣赏。好嘞吼，准备好吗？好，你就来开始看咯，耶！老师好，这是双妹妹，脚脚，这是我的毛巾，嘴巴。鼻子、头发、马啾、眉毛，2个眉毛，拜拜。
大空洞，大空洞，好，空洞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，谢谢谢谢你陪我。那其他还没有分享给老师的小朋友呢，唔好记哦，唔是记，欣赏Dan的嘅样片，然后呢，一样哦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你好唔好啊？今日嘅課就上到呢片咯，你下一拜再過見咯，拜拜，張來了，喵喵，張來了，誒，同小朋友講張來了，張來了。